你好，中環嘅租金復甦，住宅係本港資產市場最為穩健，今次嘅調整幅度最少，反彈亦係最大。佢調整為30%，反彈就為一半。呢啲係大多數鋪王喺幾年前都估唔到，佢哋只係聯想當年嘅鋪位嘅倍數嘅資產升值。當年係得益於外來嘅人口，大量自由行來港購貨，包括咗化妝品、藥品同埋奶粉等。當然，今日已經唔再熱購，但事必有因，佢哋嘅消費冇變到，而係香港貨唔係獨有㗎喇。佢哋嘅購物心態有變，我諗由經濟同埋社會學嘅專家去解釋嘅最好。商廈亦係今次資產市場調整嘅元兇。辦公室部分被到科技所取代，以前同事見面要親身走埋一齊，而家靠部電腦可以將百人計聯繫在一起。呢啲工具已經變得成熟，讓我哋更易表達想傳遞嘅。另一方面，地緣政治令到國際性嘅旅客、公幹嘅駐海外嘅員工，就算唔弄對錯，呢個都係事實。幸好我哋嘅香港嘅金融市場仍然唔錯，中國嘅經濟算係平緩下來。雖然好多產業未算全面走強，但亦有一啲都仲有競爭力，仍然想透過上市去發展。因此，中環嘅甲級寫字樓開始穩定下來。始終金融業算係高增值，捨得俾一啲優越嘅辦公室位置，組合嘅重裝為新鴻基，可以算係中環嘅中堅分子。佢甚至可以講為係甲級嘅甲廈嘅大地主，得益程度最為明顯。